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5年3月23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我们先看房企消息，有媒体报道说，绿地集团董事长、总裁张玉良建议着力稳定资产价格，提升居民收入水平，改善社会预期。他分析称说，财富积累和收入水平是提振消费的基础性条件。他特别呼吁要全力以赴稳定不动产和股权的资产价格，因为他们是普通老百姓和中高收入群体的主要财富形式，会极大影响大家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要下更大力气稳楼市、稳股市，努力让老百姓的消费底气更足，预期更稳，信心更强。有网友说，绿地集团你赶紧把供应商的钱还了吧，供应商都已经被拖惨了，绿地早就爆雷了啊，这就别建议了。最近另外一个房地产界的这个大佬，前万科的董事长王石，最近也在这个忙得不亦乐乎，又是代言这个燕窝，又是给这个新能源汽车代言。王石在微博上，在社交媒体上，他表示经济方面出现了一些状况，生活陷入困境，出来的努力工作代言，初衷就是想要赚一些钱，要过日子啊。因为孩子还小，老婆还年轻。这里我们并不是要谈论王石，而是我们作为韭菜，作为996，作为压力很大，面临着失业或者面临降薪或者已经失业的，这个时候你再看一看王石，或许你会释然。也就是曾经对吧，这个风一样的男子啊，现在也沦落到这个地步，说明这个叫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那你现在遇到困难，你看看王石同样也遇到困难，看看王石现在做什么。所以如果你现在正深陷逆境之中，身陷囹圄，困难重重，你看看王石是吧，你就应该打起精神。这点困难算什么？当你在为自己去夜市摆地摊一晚上卖不了几份炒面，或者是卖不了几个手工艺品，你再看看王石，人家代言的这个燕窝好像是3000多4000多一份的，人家他现在也就卖30份20多份。别看那燕窝的提成多，但是对他来说收入和你晚上卖不出几份炒面这个困难程度是一样的。也就是说都不容易。也就是无论你是曾经的叱咤风云的上海这个典范，你还是这个流水线上拧螺丝的牛马，还是大城市格子间里面的韭菜，在经济下行的时候都有可能殊途同归，也就是说面临同样的问题，都会不容易。我们可以看一些数字，虽然最近好像是在召开什么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在这个论坛上面也传出很多振奋人心的消息，也有很多这种举措要促进经济发展，对吧？似乎让很多人感觉到促消费、什么提质增效等等要发挥作用，感觉对未来似乎又有了期盼甚至有很多金融消费者恨不得晚上这沪市就开盘。好消息不断，从这个大会上面传出很多好消息你比如说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韩文秀，他就在年会上说，房地产市场等3大风险已得到有效控制。他这是怎么有效控制的？这不重要，这里面写了好多，咱也不关心了。我们只要记住这个结论：房地产市场3大风险已经得到有效控制，你就不用担心了，不要怕。还有前统计局局长邱小华那似乎意思是房地产现在已经触底了，要回升。我们还是看一看这些实际的我们身边的事情。首先，成都是不是正在搞春季糖酒会？我有个朋友，他年年都要去成都参加这个糖酒会当然了，他主要目的还是去成都花花世界感受一下成都的人民的热情，这种安逸，成都的这种火辣，成都什么春熙路什么，还有什么。总之他的主要目的不是去参加糖酒会，以参加糖酒会的名义去那儿玩几天。我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有人说这一次春季的糖酒会，说他一共花费5万多参展，就他们企业2天下来一共加了16个微信，说送出的样品价值还不到300元。这个人是做休闲食品的，他说今年总体的感觉是来看热闹的人居多，有效客户少了许多。他说以往1天送出的样品价值至少能达到500元，可今年2天才送出300元的样品。当然了，这跟他自己也有关系往年他都会专门聘请礼仪小姐来送样品，他今年恐怕就为了这个省钱控制费用，所以没有请这个礼仪小姐，所以连样品都发不了。他熟悉的几个厂家都是佛系参会，他称如今的糖酒会就像鸡肋一般，食之无味，弃之可惜。不光是糖酒会，还有管交会。
似乎都遭到这样的一个比较尴尬的这么一个地步。为什么我要说这个事儿？管教会我虽然没有参加过，但是我对管教会那是非常熟悉，叫如雷贯耳。为什么？20年前我在北京创业，做的就是酒店预订这一块，所以一到管教会，广州的酒店你根本订不上。我们旅行社如果要订广州的酒店，只要赶上管教会时间空那个档啊，你根本订不了，不让订。广州的所有的宾馆，什么白天鹅宾馆是吧？很多。那时候广州5星级酒店本来就少，全部爆满，而且价格都是翻几倍。但是现在似乎门可罗雀，也就是说管教会好像没什么人了，这就是差距。你看现在成都的糖酒会也是差不多，这个实际上就是反映经济情况。你这糖酒会你可以当做这个内需的一个表现，全国各地这些厂家都去那儿展览促销谈业务。有人统计了一下1到2月万亿城市出口情况，就是2025年前2个月，大部分城市出口增速还比较大。你比如说郑州市增速是55%，当然它的总额不大，它出口是637亿，它的增速是55%，就是增长很快。你比如宁波市1到2月出口是1596亿，增速13.5%，上海市是将近3000亿，增速是12.7%，深圳市它的总额是最大，3673亿，但是它的出口增速是负的16.6%，也就是我们出口最大的那个城市深圳市，它的增速是下降。你郑州增长55%，什么杭州增长13%，你这都顶不住深圳市它的下降。深圳的出口它在下降，那深圳经济怎么办？所以只有推动房地产投资尽快恢复增长。房地产如果不行，出口又不行，那深圳怎么办？深圳又错过了什么6小龙。所以大家看到深圳市什么新房、二手房怎么恢复增长，房地产止跌回稳，大家就应该有一定的了解，也就是说明地方政府是多么迫切的希望楼市能稳住。楼市如果稳不住，再加上外贸不行，你说说深圳今年怎么交差？所以你看深圳出台新规，就是深圳的异地公积金可以在深圳贷款购房。从2025年3月24日起，异地贷款取消户籍和首套房限制，异地缴存职工无论是否具有深圳户籍，只要满足深圳市住房公积金贷款条件，再生购买首套和第二套商品住房，都可以再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也就是你不管你有没有深圳户籍，不管你是在哪儿交的什么社保，你都可以到深圳去做住房公积金贷款买房子，第一套第二套都可以，这不就是急了吗？所以说谁急谁自己知道。我们再看近日真爱网多地线下付费会员向媒体反映，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签有服务合同的门店突然闭店，服务中断，红娘失联或离职。总部客服仅回应已反馈，但后续并无任何进展，会员陷入退费难的困境。3月21日傍晚，真爱网官方回复，西安一家门店关闭，系正常的运营调整，所有会员服务已妥善安排至新的服务团队，但并未就其他地方闭店进行回应。近2年，真爱网线下门店经营模式饱受诟病。记者此前探访门店亦发现其门店管理不够规范，存在诱导消费行为。此外，今年1月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官网曾公布7起网络不正当典型案例，真爱网虚假宣传案在列。文章称，真爱网因在营销中夸大会员人数，向用户发送虚构信息以及宣传虚假案例等违法行为，被处以170万元罚款。云南昆明的魏先生告诉记者说，其在2024年7月与真爱网昆明俊发店签订一份相亲合同，服务期限至2025年10月，可在今年3月4日该门店突然关门，服务被迫终止。魏先生想退回剩余服务期限，折价19000元，但多次上门发现门店早已空无一人。后来他终于联系到此前负责对接的红娘，可对方告诉他，门店所有的员工都被离职了。前一天晚上，门店领导突然称全员不用上班，等次日去门店，店里被上了锁。他们也一直在找门店的负责人，但电话一直关机。记者尝试联系该门店员工，但遭到拒绝。此外，记者注意到西安、上海、温州等地同样出现了闭店情况，也就是真爱网叫人去楼空，被曝多家门店闭店。咱们想象一下，今天咱们说了很多药店在关门，餐馆在关门。2025年开年这3个月到底怎么了？连这个红娘都干不下去了。
当然了，这个红娘干不下去也有很多原因，恐怕跟他自身不规范也有关系。但至少说明是不是现在大家恋爱的要么没钱，要么没心情，也不想消费啊。如果大家他还热衷于去找女朋友去相亲，如果大家有钱，那恐怕很多人还愿意去真爱网去充值，去成为会员。正因为大量的人恐怕都不屑于，懒得找，又没钱。实际上这个就是反映现在经济形势，无论是药店关门、餐馆关门，还是这种红娘这个婚姻介绍所中介平台关门，你总不能说这现在经济形势越来越好。所以说这个周末昨天出台了一个什么政策，大力促进消费贷，从30万提高到50万，对吧？从3-5年提高到7年，利息给你降到2.4%。315刚打击互联网平台这种贷款 APP 这种不规范的高利贷，主要是高利贷，你不管是怎么分期，你怎么贷，最后都是越还越多。315刚打击完，央行推出，人家这是正规军，你看一贷30万、50万，给你贷50万，管7年，利息只有2.几%，消费贷什么？反应真的是没辙了，放水都放不下去，因为没人去贷款，企业不贷，韭菜不买房就不贷款了，企业也不贷款。大家先记住了，这种消费贷，你就是贷50万，对一个国有大行来说，这种业务它就是一个叫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如果贷款利息只有2.4%，一个人只能贷50万，那你说大行他是真的看不上这种业务。你说大行他给企业贷款，一贷都多少亿，怎么着都几千万起步吧，贷1个亿也是一笔业务，而且那个利息还不低，3%。你这给一个人放贷款50万，2.4%的利息，你想你占用银行的这个资源，恐怕比贷1个亿还多啊。也就说来说去，大家就记住了，银行它一定是挑肥拣瘦的，它那个贷款主要靠企业，顶不济是靠韭菜买房，你一贷款好几百万，这个业务银行愿意，因为毕竟你房子还押给银行，银行的风险很小，消费贷是没有什么抵押，银行的风险相对高，利润低，完了之后琐碎。我的意思就是商业银行其实不愿意干这事，这就是为什么那个中介应运而生，各种贷款 APP 它就是击中了银行的这个痛点，对吧？就是风险我来担，催收我来，你银行就踏踏实实坐那儿，每一笔赚个0.1%、0.2%就行了。银行这愿意，反正他什么风险都不担，完了之后就闭着眼放钱，风险由你什么某某杀毒软件公司来承担。你看这就是中介的作用，银行宁愿配合这些小贷公司，这些互联网贷款平台就往出放款，他自己不愿意放，因为自己放自己担保，自己要去风控，压力很大的，每天给你打电话问你要不要贷款的，那不是银行。他虽然说他是什么建行是工行，实际上都是小贷公司的，银行干不了这事。你想象一下，银行要干这事，他得招多少人呢？对吧？一个银行网点才多少人？这么大海捞针找客户，你贷个50万。所以我说这个什么意思？那但是银行突然冒出来要干这事，只能说是上面，对吧？央行着急了，这个水出不去，逼的这些股份制银行大行，你得干这事去吧，给我大张旗鼓的干。你说额度少，我给你搞到50万，对吧？一次7年，这样这一笔好歹你说它也不小，蚊子腿上刮肉，所以他是想通过刺激消费，但是实际上会起什么作用呢？真正去借消费贷的，恐怕都是借新还旧，去趁机把高利息的换成低利息，把那些短期的换成长期的。记住了，去年不是化债吗？那是给地方政府化债。咱们政府也考虑到很多韭菜不易，不能光给政府化债，那很多背负贷款的那些韭菜也活不下去啊，也要暴雷，所以给他也来个化债。你看看是不是个化债思路？哪里什么消费，打着消费贷的名义，实际上是帮这些深陷困境的这些人，给你一个化债思路，跟给地方债化债是一模一样的，高息的换成低息的，短期的给你换成长期的，对吧？你说我欠银行，我现在借了400万，不要紧，你银行去薅8个银行，你一个银行50万，不正好薅400万吗？利息2.几%。你要这么看，某种程度上它不是消费，所以靠这个刺激消费那是笑话。谁会贷款去消费？你对未来预期不好，你会贷款消费吗？难道这钱不用还吗？利息再低，那也是有成本，它是消费。所以说，就是我理解的，那就是上面的人，既然给地方政府化了债，那给个人也得想办法化债，否则他真的大部分人要暴雷，那你说怎么办？对吧？真暴雷了，那就没法收拾。深圳、杭州有多少炒房的人都在暴雷的边缘，他们那个搞的利息恐怕是3.几、4%。如果他们信誉还可以，那么他完全可以通过消费贷开始进行个人化债。你说这些人真的暴雷了，把最终房子还给银行，大家都给银行也是扛不住，银行最后也要疯掉。所以说通过这个手段，实际上就是稳住这些负债的人。你放心吧，虽然叫消费贷，那最终肯定是你通过手段的腾挪2下，最后就变成还你的按揭贷款。但是
你要说这个来刺激消费，那你想多了。所以我认为咱们的房地产，刚才很多官员已经说了，咱们已经什么取得了什么止跌回稳，什么3大风险已经过了。我觉得可能不能这么理解，也就是说乐观一点的理解就是硬着陆风险似乎得到了控制，也就是在下落过程中，政府不停的这个姿态调整它着陆的姿态，免得脸着地。那现在姿态已经调整好了，恐怕着地的不是脸，对吧？接下来到底以什么姿势加速着地，大家密切关注。我认为恐怕是硬着陆开始了，后面恐怕会有巨震了，因为已经没有什么切实可行的措施，什么收储，什么保障房、收地，都喊了1年了，有用吗？忽悠韭菜买房手段基本上用完了，除了真金白银的拿钱出来补贴。你看无锡不就推出来，你只要参加马拉松，管你是全马还是半马还是欢乐跑，你只要参加了，你就能得到8万块的买房补贴。这难道是他善心大发吗？组委会或者地方政府钱多了发不掉吗？都是没招了。说来说去就是政府极尽所能，时间换空间，避免硬着陆，避免难看。但是现在已经基本上，要么你可以说成这个姿势状态调整好了，必须着陆了。至于摔成什么样，大家自求多福。日经中文网看到一篇文章，叫日本家庭金融资产创新高，现金存款占51%。日本央行3月21日公布的2024年10到12月资金循环统计显示，它说截至2024年12月底的家庭金融资产余额比9月底增加了 2.3%， 达到了2230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最高纪录。这是2个季度以来首次转为环比增长。股价上涨使得股票及投资信托的市值上升，而且日元贬值导致以外币计价的资产换算成日元后金额增加，这些因素推高了资产余额。股票等资产比9月底增加了 4.4%， 达到298万亿日元。投资信托比9月底增加 8.2%， 达到135万亿日元。其背后的原因之一是以新的小额投资免税制度为契机，资金从储蓄流向投资的趋势在扩大。根据日本金融厅的数据，2024年12月底，就是小额投资免税制度累计购买金额同比增长 50%， 约为52万亿日元。2024年全年购买金额17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现金减少了 3.4%， 降至105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最大降幅。无现金支付的使用不断推进，人们持续有减少持有现金，保险、年金以及定期保证金增长了 1.1%， 达到544万亿日元。从构成比例来看，现金存款占比 50.9%， 也就是日本人 51% 的资产是现金存款，保险、年金及定期保证金额占比 24.4%， 股票等资产占 13.4%， 投资信托占 6.1%。 看这个数据什么意思？我们要知道日本是消失了30年，日本现在经济有所回复也是回升，到底是持续性的回升，能不能持久，这个另当别论。但是至少日本的老百姓家庭还是 51% 都是现金存款，这个给我们一个启示，也就是说我们作为韭菜要度过这个经济困难期，那恐怕还得靠存款，要多存款，存款占大头。日本的股市已经创了新高，但日本的股市那也只占10%几还有很多人买了信托。我们再看经济日报刊登一篇评论，这是叫金冠平发的社评，叫坚决防止低效无效投资。经济日报文章称，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放在一系列重点工作任务的首位，在提振消费的同时，对投资做了具体部署，特别强调要坚决防止低效无效投资。投资的质量与效益直接关系到经济发展的成色与可持续性。当下我国经济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必须严防低效无效投资，提高投资精准性、有效性，带动产业结构优化，培育和壮大新质生产力。政府投资直接涉及政府和市场关系，必须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确保政府投资聚焦重点、精准发力。科学决策是提高政府投资效益的关键所在。在项目投资前，需进行全面、深入、严谨的可行性研究与论证。政府投资项目直接关系公众利益，
必须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要建立覆盖投资项目全过程的监管体系，从项目的规划、审批、建设到运营，都要有严格的监管措施。什么老干部疗养中心少建一点，对吧？什么明明在内地内陆，你非要建海洋风、三亚风的这种仿生椰子树，这些少搞一些，不要把钱无止境的往大山里扔，坚决防止低效无效投资。低效无效投资它唯一的作用就是加剧贫富差距，低效无效投资就是滋生贪污腐败，实际上就是一种变相的再分配，让那些离权力近的，让那些婆罗门赚得盆满钵满，实际上它是一种分配。所以说经济日报作为喉舌能重视低效无效投资，这个也是一个好处，值得称赞。但问题是谁会冲自己下刀呢？你问他老干部疗养中心，你认为是低效无效投资，但是他认为是非常有必要。胡锡进老师那肯定是举双手赞成。你要问那些县城的那些老爷们，这些投资这个广场要不要搞仿生椰子树，模仿一下海南的沙滩，那他认为非常有必要，完善丰富人们的文化生活，足不出本县城就能领略海洋风光，难道不对吗？非常有必要。那它就不是低效，你有什么办法？不造仿生椰子树，那钱怎么分？上下靠什么吃饭？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